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旧历7月时啊，咱台湾的民间风俗都会普渡亡魂，特别是孤魂野鬼，或做好兄弟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亡魂的亡，他亡第5条。台语字典解说亡就是死去，咱讲死亡，啊那死者的灵魂就是亡魂。有翁姨或者是西讲牵引亡魂，甲死者的亡魂引出或做牵亡，或者是牵亡魂。另外，这个亡嘛有消失、灭绝的意思，咱讲是灭亡。另外嘛有走去、无去、失落的意思，像讲罪犯为了要闪责任来走路，或做逃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亡魂，意思就是死者的灵魂；第二个词读做逃亡，意思就是罪犯为了要走闪责任走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咧讲歹路唔通行，唔通做歹代志。过去捌听过有嫌犯犯难了后，四界逃亡。落尾讲看到亡魂要甲伊讨命，受到良心谴责，阵啊家己去自首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亡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